第81章七拳打碎你灰手夢的狠人。林業沉默咗半晌，深吸一口氣，面露凶光，表情陰狠。如果殺佢會令天哀悼嘅話，咁就讓呢個天一直哀悼落去啦。道門首領，天榜高手，天道眷顧，天選之人，未來必定係終結甲子浩劫嘅人。李霄雲嘅頭銜真係太多，而且一個比一個大。就算係林業當初聽到嗰陣都嚇咗一跳，呢啲頭銜加埋，真係可以令同輩嘅眾多翹楚喘不過氣嚟。但而家一樣俾自己踩喺腳下，天選之人都好，道門首領都好，佢一定要死。林業緩一緩，握緊苗刀走到早已是強弩之末嘅李霄雲面前，舉刀劈落，冇多餘嘅說話，更加冇一句廢話。只有一個念頭，殺！轟隆！一道閃電劈落，林業立刻向後退出去，但仍然俾電弧傷到，本身就元氣大傷，而家仲要將口噴出鮮血，握刀嘅整條手臂被震到劇痛難耐，皮膚被燒焦。點知佢天道居然會親自干預？林業體內嗰家伙難以置信，錯愕不已，呢樣喺歷史上都冇出現過啊！點解？林業一驚，手中嘅刀柄握得落落作響，面色陰沉得可怕。憑咩？就憑佢係天選之人就唔使死嗎？將死嘅人卻可以令天道干預直接保住佢。因為憤怒過度，林業雙眼直接充血。如果李霄雲俾啲高人救咗，自己絕對服氣。要怪就怪自己實力太弱。郭連東2次從自己手上逃脫，自己只係覺得可惜，怪自己唔夠狠。賽就要多練習，但今次嘅行為點解會令自己唔服氣？林業隨即望住李霄雲，殺氣騰騰。既然可以殺，就算同歸於盡又點關係？可能係感受到林業滔天的殺氣，夜空一道閃電凝聚，隨時準備劈落。體內嗰家伙突然開口：林仔，天怒之後係天哀，天哀之後你知唔知係咩？林業自然十分清楚，知道係雷霆大怒，如果殺咗佢老婆仔嘅暴怒，勢不可擋。不錯，體內嗰家伙說道：見到呢道閃電嗎？天雷威力勢不可擋，如果意再殺李霄雲，呢道閃電劈落你一定死無葬身之地，唔係單純嘅死亡，仲會連累靈魂一齊魂飛魄散。林業望住夜空之上嗰道閃電，只係站住望，都已經令自己膽寒。如果同呢道閃電對抗，呵呵，自己一定死。林業長躍一口氣，反問道：叉爺，如果換做你，服唔服？不服。體內嗰家伙給出肯定嘅答覆：我屌你老母都唔服。林業緊握苗刀，瞬間殺出，舉起刀砍向剛站起身嘅李霄雲。轟！同時，夜空之上嘅閃電同時劈落。林仔，俾我嚟！體內嗰家伙強行奪取林業身體嘅控制權，手中凝聚洶湧澎湃嘅鬼氣同劈落嘅閃電對轟破。砰！一聲爆炸，可怕嘅能量波震斷方圓百米嘅樹枝。而林業卻係毫髮無傷，但體內嗰家伙卻呢難度，呢一擊真係好可怕。但天空之上再次凝聚幾道閃電，氣勢一道比一道強。仲嚟！林業望住李霄雲，面色難看。天意真係死心塌地要保住呢家伙嗎？體內嗰家伙提醒道：我出手一次，但絕對唔可以再出手第二次。你如果再出手，一定死。林業長躍一口氣，無奈地苦笑一聲：我妥協咗。但林業話鋒一轉，直接將刀插喺地上，邁步走向李霄雲。就算唔殺佢，都要佢見到我呢張臉就覺得驚。叉爺，你收翻力量。林業說罷，注視住李霄雲，聲音冰冷：嚟，俾你機會，俾你赤手空拳同我打。俾我量度你呢個天選之人究竟有幾斤幾兩。李霄雲握緊拳頭，不知此刻佢心中想：
但緊接着一拳打出。林業輕易接住，緊接着一腳踢中李霄雲脖頸，在佢跌倒時抓住衣領拉起就握拳猛然襲。轟！夜空之上，一道閃電劈落，但卻冇劈到林業，而係劈喺佢附近。呢係警告，但林業卻全然不理會，緊接着握拳砸出。林業一拳拳砸出，閃電一道道劈落，拳頭已經皮開肉綻，李霄雲就係頭破血流。林業一把合住李霄雲嘅喉嚨提了起來，雨水順住佢嗰猙獰嘅臉龐流下。以佢嘅性格，就算殺唔到李霄雲都要放兩句狠話，但思前想後都唔知應該講啲咩。我老林業，七拳打碎你灰手夢嘅狠人。林業反手將李霄雲拋俾許宏力，轉身收刀離開。行咗唔耐，林業突然停下腳步。係啊。林業恍然大悟，體內嗰家伙疑惑：你又要做咩？糊塗啊！林業轉身拔出苗刀，自己殺唔到李霄雲，但可以殺許宏力啊！之前冇被氣昏咗頭，冇反應過來。等返到原地時，許宏力同李霄雲已經不見咗蹤影。見面情況，林業就只能作罷，繼續離開。佢剛行唔耐，一道人影來到二人戰鬥嘅地方。此刻已經雨過天晴，呢場夜雨落得突然，去得都突然。天選之人，真係天意嘅寵兒啊！人影緩緩掀開篷帽，唔係嗰道童係邊個？哈哈哈哈！道童突然怪笑起來，露出猙獰嘅笑容。我成功咗，300多年籌謀積蓄，終於等到此刻嘅結果。天地人三界崩塌時，天意便會重啟三界，呢一日唔會太久。道童戴上帽子，又走向黑暗之中。300多年精心布局，斬因斷果，終於做到呢破壁之人。準確嚟講，應該叫做地道。呼！許宏力背住李霄雲，大口喘氣，滿臉緊張。師弟，你撐住！哈哈！李霄雲突然笑起來，笑得莫名其妙，笑得匪夷所思。瘋咗？許宏力疑惑，覺得自己呢個師弟係咪被打傻咗？唔係。李霄雲雖然頭破血流，鼻青臉腫，但卻笑得很開心。我唔係瘋咗，而係悟咗。喺門派嗰陣，師傅講咗100遍，自己都聽唔入耳。但林業呢一番收拾，真係就悟咗，真係應咗嗰句老話：人教人教唔到，是教人一次就學識咗。第82章牛三爺返咗葉來鄉，幾位年青一代嘅高手困住武陵，早已經逃之夭夭。林業都估到會係呢個結果，畢竟喺年青一代混出啲名堂嘅，都絕非等閒之輩。霍丘山同埋張寶峰冇阻止，林業都冇怪佢哋，都冇資格怪佢哋。朋友都係朋友，冇任何隔閡，捨命相陪，邊個都講得，但唔係邊個都做到。霍丘山唔怕，但顧慮太多。至於張寶峰，單純怕死啫。張寶峰開口問林細佬：戰況點樣？林業輕笑一聲，七拳轟碎佢灰手夢，一如既往咁狠辣。勁！張寶峰豎起大拇指。霍丘山就留意到林業嘅面色，問：你傷勢點樣？問題唔大。林業搖搖頭，兩人對望一眼，都唔好講乜嘢。處理咗屍體，霍丘山兩人先告別離開。鋪頭已經有咗幾枱客人，林業先開口：多謝叉爺出手相助，唔知尊姓大名。體內嗰個家伙呵呵一笑：我真名少有人提，你可以叫我三爺。三爺。林業一驚，喺地府咁自稱三爺嘅，除咗牛頭馬面入面嘅牛三爺，仲有邊個？七爺八爺係人間所有叉婆嘅頭，都可以話係文職，但牛頭馬面就唔同，嗰啲係活生生嘅武將啊！七爺八爺勾魂都係能勾則不殺，而三爺四爺就係能殺絕不勾。
難怪嗰4個小鬼會俾嚇到咁樣。三爺快啲現身，裏面請。林業恭敬咁講：呢位真係一位大人物啊！呢男牛頭淡笑咗2聲，笑住講：林仔，恐怕我一出聲，你條命就冇啦。5臟6腑全碎，能夠活埋我撐住。不過牛頭仲未講完，林業就脫口而出：大佬救我！牛頭無言以對。你個仔咁怕死，之前嗰股狠勁去咗邊？林業有點尷尬。三爺講嘅能夠活埋邊個想死？你個仔。牛頭無言以對，隨即講：你體內陰氣太多，你唔係鬼，自然調唔到呢啲陰氣嚟用，但我可以治好你傷勢唔難，但你個仔離死人又近咗一步，諗清楚未？呢樣冇問題。林業點頭答應，就見牛頭突然出現，一瞬間出現嘅時候，林業只感覺到5臟6腑撕心裂肺咁痛。牛頭雙指點喺林業額頭，就見到佢體內嘅陰氣游走全身，原本碎咗嘅5臟6腑慢慢恢復，直至痊愈。見到呢幕神奇嘅場面，林業嘖嘖稱奇，先打量起牛頭。西裝革履，一身腱子肉比健身房嘅猛男仲發達，個頭確係牛頭，但呢樣同林業想象中唔同。唔應該係着盔甲，威風凜凜嘅氣勢咩？走吧，我餓咗好耐啦。牛頭直接入咗鋪頭，眾鬼差見到牛頭自然尊稱一聲三爺。不過佢哋唔歸牛頭管，自然冇咩畏懼嘅姿態。來到3樓雅座，林業趕緊吩咐送接備菜，特意唔好牛肉，畢竟牛勝牛，總係咁。菜備齊，自然係林業親自送上去。林業點燃3柱清香，牛頭拔出2根變咗筷子，散咗一片羊肉食咗就入咗去。牛頭望住林業嘖嘖稱奇：你呢個火鍋味道唔錯啊，怪唔得小八一定要我試下，確實有點味道正。林業苦笑，自然知道牛頭愛食嘅原因。不過佢都冇諗到八爺真係推薦自己間鋪俾三爺。呢個爺大人物自己一定要結識。林仔，坐低傾下偈。牛頭示意林業咁，自己就又食起火鍋，把肉一股腦全放入滾燙嘅火鍋入面。林業坐低，對牛三爺嘅第一印象就係正直。七爺謝必安講嘢雲裏霧裏，俾人一種詭計多端嘅感覺。八爺范無咎就係性格火爆，一言不合就開戰。呢牛三爺就係正直，脾氣都唔錯。牛頭直入正題，佢唔中意兜圈子。林仔，其實我今次嚟係託小八問問你，件事你答應唔答應？林業苦笑，三爺，我真係做到咩？做到與唔做到，試下先知。你個仔我好看好，要狠有狠，要狂有狂。牛頭對林業嘅印象唔錯，呢個仔夠狠，主要是呢個火鍋味道真係唔錯。三爺，呢件事，林業仲想講啲嘢，就被牛頭打斷。我知道你擔心咩，放心啦，應下呢件事，就算唔想做，我哋都唔會強求你。好，我就應下呢件事啦。林業點點頭，其實佢早有答應嘅打算。所謂背靠大樹好乘涼，地府呢棵大樹再合適不過。況且自己就係靠鬼差發達，利益同地府早捆綁埋一齊，爽快。牛頭哈哈大笑，隨即又自顧自嘅食起火鍋。呢場仗嚟得氣勢洶洶，去得都氣勢洶洶，有人死咗，有人狂咗，都有人誤咗，仲有人未。直至於凌晨4點半，已經係快將打烊嘅時候，牛頭先食飽飲足。人有3分醉意，說話就會多，鬼都唔例外。牛頭含糊開口：林仔，其實我今次嚟唔單止嚟食火鍋，主要係嚟見你一面。見我？林業疑惑，牛頭就點點頭：冇錯，38年前我一直在追查一個人，直至19年前先發現嗰個人嘅行蹤。而你嘅生死簿好有可能就係嗰個人改嘅。咩？
林業臉色一變，突然想起一個人，嗰條童。牛頭有意無意問：你識唔識嗰個人？林業搖搖頭，隨即把條童嘅來龍去脈講咗一遍。聽完，牛頭皺緊眉頭，照你咁講，嗰條童真有可能係我追查嗰個人。雖然樣貌唔對，但呢個家伙有一奪舍嘅方法好厲害。呢300年間不知奪咗幾多人嘅身。三爺，嗰個人改我嘅生死簿究竟有咩目的？林業真係唔明，我一個人普通人，有咩嘢佢睇中嘅嘢？真冇咩？牛頭笑而不語，隨即拍咗林業嘅膊頭，邁步離開。我走了，今日算係食飽飲足了。三爺慢走。林業似乎已經諗到，嗰條童改自己嘅生死簿係想做咩？第83章天師印被盜。玉佩。林業唯一諗到自己身上可能令到人留意嘅，恐怕就只有嗰條玉佩啦。但都唔應該啊！如果嗰個盜童真係想要自己嘅玉佩，恐怕好易就能攞到先。畢竟可以令到牛三爺追查300幾年都冇捉到佢，實力一定唔錯。但唔管對方係乜嘢身份，又點解要佈局自己？唯有見面嗰陣當面問。當然，要先讓呢條友食我三刀先講。林業拜師只有一個原則，就係淨係拜死嘅，唔拜活嘅。畢竟活嘅點樣繼承衣缽呢？呢場仗過後，李霄雲喺年輕一代嘅不敗神話將會被打破，而旁門左道會有新嘅傳說，遇鬼老魔。旁門左道巨擘林業。當然，林業對呢啲嘢充耳不聞，甚至唔理。畢竟佢只係想賺鬼錢。仲有就係解決即將變成活死人嘅身體，呢個係最關鍵嘅問題。時間悄悄地流走，轉眼就係3個星期之後。江湖上永遠唔少令到人津津樂道嘅事件，但係能夠轟動整個圈子嘅事就少之又少。而林業呢個旁門左道巨擘嘅消息，很快就俾另一件震驚嘅事掩蓋。龍虎山天師府嘅天師印被偷。呢個消息可以話係一石激起千層浪，轟動咗整個靈異圈。要知道，龍虎山係有位黑榜高手坐鎮，可以從黑榜高手嘅眼皮底下偷走鎮派法寶，唯有同為黑榜高手先做到。但令人驚訝嘅係，偷走天師印嘅唔係乜嘢高手，而係一位初出茅廬嘅細路，實力只不過勉強達到地榜。所有呢先有咁大嘅轟動。夜來香來，林業伸咗個懶腰，悠閒咁點起一支小煙。呢3個幾月嚟，佢都冇閒過，而係勤力苦練4隻續命術。呢唔係離收出一隻手指只差臨門一腳嘅事，呢樣嘢不得不令佢興奮。若多一條命，咪隨便浪啦。其實佢都諗過再去趕屍像院加進多啲貨，刷啲資源，但諗下又打消咗呢個念頭。畢竟佢依家嘅情況離活死人嘅狀態都唔遠啦。請鬼御敵術唔可以輕易施展，當然換鬼術倒是輕鬆駕馭。施展係超過御鬼門歷代強者。唔係佢吹牛，喺昆明呢一畝3分地，出去問下個孤魂野鬼都唔知佢林業豪得可怕。用佢嘅說話嚟形容就係毫無人性。返到住處，俾黃泉花澆完水，就接到張寶峰嘅電話。呢3個幾月嚟，張寶峰多次請林業合作，林業基本都爽快答應。自己雖然勁，但好多經驗唔夠，多歷練下都係好事。老張，武當嘅太極調息法真唔外傳咩？或者有冇啲半途中門嘅弟子急需用錢嘅，我可以用鬼錢支付，當然幫佢殺人都可以。林業問，想根治體內殘留嘅陰氣，方法倒是好多，但唔得。氣鬼道修道門真氣可以，但自己嘅一身本事都係鬼道，自然唔可能揀呢個。佢都問過八爺佢哋，方法都係嗰去陽流陰。呢個方法雖然可以唔變成活死人，但又會變成鬼，呢樣都唔得。仲要係呢個太極調息法得通，
所以林業一直思考點樣取得呢個太極調式法。武當係隱門，門中弟子少下山。佢先問有冇叛徒武當嘅弟子急需用錢，或者想殺邊啲人，只要可以令自己取得太極調式法就可以。電話另一邊嘅張寶峰無奈道：冇，你都知法唔外傳，尤其係武當呢啲隱門，更係唔想沾染啲因果。得。林業無奈嘆咗一口氣，只能先行一步睇一步。佢依家呢個狀態，只要唔施展請鬼御敵術都冇乜，但偏偏請鬼御敵術就係佢最強嘅手段。掛斷電話，林業就盤腿而坐，開始修煉四指續命術。深夜，以命數為契，突破枷鎖，斬斷禁錮，就可以死而復生，超脫因果。迎。盤腿而坐嘅林業突然氣息暴漲，隨即又慢慢消散。呼！林業吐出一口濁氣，抬腳一看，發現自己左腳多咗一根腳趾，滿面興奮與激動。呢隻腳趾同小拇指差唔多大，雖然冇其他5隻腳趾靈活，但都可以喐。終於係多咗一個強有力嘅底牌啦。林業依家真係膨脹到唔得掂，只覺自己勁到可怕。自己依家係多一條命，就算再同李霄雲血戰，就算佢有天道眷顧都點樣？一條命換佢一條命，只能講穩賺唔蝕。呢時手機突然響起，林業拿出來一看，係養母張美芬打過嚟嘅。小葉，最近鋪頭忙咩？電話另一邊嘅張美芬問。林業笑道：還好，請咗2個新員工，有老宋喺度，我倒唔使操心乜嘢。咁就好，唔好累到自己，實在唔得就返嚟。我同你老豆又唔係養唔起你兩妹。張美芬依舊溫柔，諗咗諗又問：我哋一家子好耐冇喺一齊食飯啦，正好多小玲個丫頭放假返嚟，你最近有時間咩？有。林業嗯咗一聲，養父母對林業完全係當親仔睇，呢樣令林業細個就唔缺父母嘅愛，只不過養父母時常唔喺屋企。好，咁就返嚟住一段時間。電話另一邊嘅張美芬聽語氣就好開心。掛斷電話，林業就訂咗一張杭州嘅高鐵票，明早出發。確實，自己都有好一段時間冇返去探望過養父母啦。上次嘅事仲令二老掛念咗咁耐，甚至仲跑嚟昆明。的確應該返去睇下佢哋啦。臨走之前，林業又去咗鋪頭一次，同宋哲講自己要返屋企，呢段時間鋪頭就交俾佢打理。啱啱準備離開時，八爺范無咎突然到訪。八爺，林業滿面笑容，隨即轉頭吩咐宋哲準備八爺愛食嘅老3樣。自從上次食過林業嘅火鍋後，范無咎基本上就成咗常客，每月少少都要嚟一次。每次最愛就係3樣：牛肥腸、馬腰子、豬尾。哎，地府啲嘢真唔係鬼食嘅，每月唔嚟你呢度改善下伙食就渾身唔舒服。但你小子嘅火鍋店喺人間，我事情又多，唔可能日日上嚟。范無咎抱怨起上嚟，隨即諗到啲乜嘢，望住林業笑道：林仔，你去死啦！第84章萬州。啊！林業有些發懵。你去地府開火鍋店，咁樣我就可以日日食，仲過你喺人間賺得多。范無咎嘻嘻一笑，好滿意自己呢個諗法。自己可以日日食火鍋，林仔仲可以賺更多，完美。八爺，小子我仲想再活幾年㗎。林業無奈，都知八爺就係呢個性格，有咩好活嘅？范無咎無語。你去地府同我食好嘅飲好嘅，想食邊隻女鬼，只要你開口，就冇我搞唔掂嘅。就算係女種子，我都幫你搞到。林業投降，以老實，求放過。切！范無咎撇咗撇嘴，隨即開口：你一齊上嚟啦，啱啱我有一啲嘢想同你傾傾。好。林業點點頭跟上。
來到3樓瓦間，火鍋同菜上嚟，范無救低頭就係咔咔猛食，根本唔俾林業問嘅機會，佢都習慣咗。等范無救酒足飯飽之後，已經係凌晨5點半。范無救咂咗咂嘴，先係舒舒服服咁談正經事。仔，幫地府捉陽壽已盡，但係仲逗留人間作惡嘅人，你已經答應咗？林業點點頭，好，你小子前途一片光明，直達天堂。係地府。范無救滿臉欣賞，隨即又話：我呢個人性格直，啲嘢要你知，啲嘢地府唔會直接辦，尤其係人間嘅嘢，所以要揾你呢啲人。但你哋唔屬於地府官員，只可以係臨時工。臨時工？林業知道范無救嘅性格，就直話直說，意思係事係地府辦，出事自己咩？都唔係咁，地府做唔出咁絕嘅事。范無救搖搖頭，我意思係，你係臨時工，地府唔會教授陰差用嘅法術俾你，只可以傳授勾魂鏈。陰差標誌性嘅法器就係勾魂鏈、哭喪棒。呢2樣法器就算係趙哥嗰種級別都仲喺用緊，可見佢嘅獨特之處。呢樣冇問題。林業笑咗，對呢樣嘢倒係冇所謂，只傳勾魂鏈都得。佢而家嘅手段已經夠多，當然再多啲都唔緊要，但貪多嚼不爛，佢係明白嘅。好好。范無救點咗點頭，隨即凝聚一團綠色氣體注入林業左手。林業只感覺手臂一陣冰涼，隨即揭開袖子一看，發現自己手臂上面除咗嗰個人鏈之外，仲多咗一條紅色鐵鏈紋身。呢條鐵鏈似條長蛇，環繞住整條手臂。范無救解釋道：你唔係魂魄，想施展勾魂鏈只有2個方法，一種係借力，但係有啲麻煩，還有一種係烙印。我已經把勾魂鏈烙印喺你手臂上，你可以隨時使用。范無救又講解咗一番勾魂鏈嘅使用方法同級別。勾魂鏈同哭喪棒共有4個等級，天地玄黃。普通鬼差用嘅勾魂鏈係黃級，樣式同普通鐵鏈分別唔大，只不過係散發鬼氣。而玄級就係黑色，威力係黃級3倍以上。地級就係紅色，威力更加係黃級10倍以上。天級嘛，就係范無救用嗰種，總之勁到爆。而林業手臂上的勾魂鏈就係地級紅色。要知趙哥咁嘅省頭用嘅都係地級，可見陰間對呢件事有多重視。對於勾魂鏈嘅等級，林業都有一套佢嘅見解。見賞人間嘅警棍，黃級普通，玄級帶電，地級帶高壓電。勾魂鏈講完，咁接下來就該講正經事了。范無救開始講正經事，你嘅第一個任務就係把萬州嘅魂魄帶返陰間。呢個人陽壽只有7日，應該出生後7日就夭折，但係不知點解就返咗嚟依家。你趁呢個練下手。萬州？林業皺埋眉頭，突然諗起啲咩，咪就係偷走龍虎山天師印嗰家伙咯。張叔聽聞包打聽講過，若說依家圈子最勁嘅消息，就係有位不知名嘅後生偷咗龍虎山嘅天師印，依家正被正一所有門派追殺。冇錯。范無救點咗點頭，笑道：呢個仔偷咗龍虎山天師印，依家正被正一所有門派追殺，你只要撿便宜就得。呢樣倒係。林業點咗點頭，他要萬州嘅魂魄，龍虎山要追翻天師印。呢樣嘢唔衝突，雖然正道同旁門左道唔對付，但仲未到見面就你死我活嘅地步。交代好一切，范無救又把萬州嘅生辰八字講俾林業聽，先起身離開。第2朝清晨，林業坐上返杭州嘅火車，瓜子花生、飲料、礦泉水。林業坐在座位上翻閱陰陽異聞錄，睇下有冇天師印嘅記載。有，仲係整整1頁。陰陽異聞錄就係一本大集會，乜都有記載，但係少有件事法寶或者法術會記載整整1頁，一般都係幾筆帶過。但呢個天師印就係記載咗整張紙。天師印係正一開派祖師張道陵打造，
佢嘅存在代表正一嘅信物，傳說是玉皇大帝龍椅嘅一個構造材料。佢裏面蘊含仙元道氣，威力恐怖至極。有咁勁？林業有啲唔信，若果真係咁的確有啲厲害。道友，道亦可道，老幼婦女不可道，你哋應該好清楚。一道聲音吸引咗林業嘅目光，抬頭望去，只見旁邊一台10幾個人圍住一位賊眉鼠眼嘅男子，同道中人。林業有啲意外，估唔到喺火車上仲可以撞到圈子裏面嘅人。從着裝打扮就看得出對方係乜嘢行業。呢10幾個人雖然都着住便裝，但腰上都掛住一枚銅錢，龍虎山嘅開元銅錢。林業見到呢個開元銅錢就知對方係乜嘢行業。龍虎山係正一祖庭，開元銅錢嘅含義唔係開元二字，而係後面2個字盛世，意思係開宗立派，盛世天下。而個賊眉鼠眼嘅男子，林睇唔出乜嘢行業。正道好認，都有標誌性嘅嘢，但旁門左道就唔同。大門派還好，例如趕屍匠咁，但細啲嘅門派就難辨認。雜七雜八嘅，例如林業，佢遇鬼出道。鬼道無非就養鬼、練鬼、遇鬼3大類。入鬼道者，體內或多或少都會殘留啲陰氣，同行一眼就睇得出。只要認出係修鬼道，然後追本溯源，就能知道佢嘅行業。第85章大開眼界。不過聽幾個人嘅閒話，林業都估到一二。呢個賊眉鼠眼嘅男人都係同行，跟腳嘅話應該同偷嘢有關。至於係出自邊個派，或者係跟邊個學，就唔知啦。靈異圈出世就3種：散道、門派弟子、師承。散道好簡單，就係冇拜過邊個人做師傅，自己一步一步摸爬滾打。呢種都有高手喺入面，仲要特別勁。不過學嘅法術都係5花8門，奇奇怪怪。仲有就係門派弟子，有正正經經嘅修煉同系統性嘅學習。呢種好少走彎路。最後一種就係師承，林業就係呢種出世。師承顧名思義，師傅死咗繼承佢嘅衣缽。見到雙方劍拔弩張，林業唔想多管閒事，就繼續睇起陰陽異聞錄。嗰個賊眉鼠眼嘅男人見到對方咁多人，即刻冷哼一聲：你哋龍虎山真係太欺人太甚啦，捉小偷小摸都管。領頭嘅男人義正辭嚴：小偷小摸自然有警察會處理，但道亦有道，你偷80歲阿婆嘅錢，呢樣真係太過分啦。哼，真係以為你哋人多我就驚咩？賊眉鼠眼嘅男人冷哼一聲，隨即望住一旁嘅林業：道友現身啦。林業一臉懵，嗰龍虎山嘅10幾位弟子都紛紛望過嚟。見到林業嗰陣，其中一人驚呼：係林老魔！林業而家嘅名氣喺圈子入面真係如雷貫耳，真係出名手段毒辣，殺伐果斷。3個前，正道魁首李霄雲去昆明揾呢個人報仇，但係俾人打得落花流水，受咗重傷，差啲喪命。如果真係動手，佢哋絕對冇勝算。領頭嘅弟子都好懊惱，明明自己就管一件小偷小摸嘅小事，點解會踢到呢塊鐵板？賊眉鼠眼嘅男人嘻嘻一笑：林爺，我哋都係旁門左道。打住！林業一抬手打斷佢講嘢，隨即望住領頭嘅弟子：呢個人唔熟，你哋想點處理就點處理。佢真係懶得管呢啲閒事，況且憑咩要管？佢哋都冇得罪自己，又冇咩理由衝突，自己係睚眦必報，唔係殺人成性。多謝林老魔，係林道友。領頭嘅男人一時語無倫次，林業都唔介意。接下來嘅事大概係呢個賊眉鼠眼嘅男人俾呢10幾位弟子強行拉去一個冇人嘅地方打咗一輪。總之返嚟嘅時候已經係鼻青臉腫。男人狠狠瞪住林業。林業笑咗：點解？你想涼涼我？
點會啊？你貴為旁門左道巨擘，我點敢量你啊，林爺。呢個賊眉鼠眼嘅男人講嘢陰陽怪氣，林業都笑咗。你啊就似嗰個孔乙己，本事冇，陰陽怪氣嘅本事倒係唔少。嗰10幾位弟子又返嚟，就坐喺林業後面。林爺，你嘅英雄事蹟我真係如雷貫耳。嗰道門魁首李霄雲俾你打到落花流水，好厲害。賊眉鼠眼嘅男人偷偷望咗一望面色有點難看的10幾位弟子，又繼續陰陽怪氣起來。要講呢個正一脈倒真係厲害，古往今來唔知出咗幾多人能人豪傑。林爺你一人單挑嗰道門魁首請嚟嘅咁多翹楚都唔落下風，實係真英雄啊！俾呢個男人咁陰陽怪氣咁講落嚟，嗰10幾位弟子就係氣得面色一陣紅一陣白，總覺得心裏唔舒服。神霄派本來就係正一脈，俾呢個男人咁講，點會唔舒服？但偏偏就挑不出佢嘅道理。你話踩一捧一罷都冇。張口就係正一嗰邊出咗啲乜嘢厲害嘅人物，連嗰個人啲乜嘢豐功偉績都清楚，但下一秒就讚起林業，尤其提到李霄雲嗰個叫一個添油加醋。呢一番操作落嚟，林業同啲徒弟都心入面覺得唔舒服，但殺佢唔至於可以殺，但真係唔至於。人哋張口一個林爺，閉口一個林爺叫住，你覺得好意思殺咩？打，呵呵，呢個家伙就係嗰個阿 Q， 行唔通嘅。況且新手都唔好打笑面人嘅。得，你厲害。其中一位徒弟受唔住，唔好氣咁講，把微信收款碼攞過嚟。好呢，個男子屁顛咁掏出手機翻出收款碼，百般討好，完全唔理啱啱仲被佢哋打。1萬蚊。夠你閉嘴啦！嗰個徒弟面色陰沉，恨不得再打呢個家伙一頓。真係老母係人才，林業都唔得唔佩服。隨即只見個男子把手機伸出嚟，做乜？林業一懵，個男子嘻嘻一笑，林爺，你嘅呢？我屌！林業當場就破防，你個仆街仲真咁要啊？新手唔打笑面人。個男子厚着面皮笑住，林爺，你多多少少想我三瓜兩棗。你牛嘅？林業已經係哭笑不得，服，真係服。隨即唔情不願咁掏出手機掃咗300蚊過去。啊，就300？賊眉鼠眼嘅個男子一副不可思議嘅表情。呢個旁門左道嘅巨擘點解咁慳啦唧嘅？就佢呢個身份，3萬都笑嘅。屌，真當小爺嘅空名係吹出嚟嘅？想食刀仔係咪？見到林業嬲咗，個男子轉身就走，毫無拖泥帶水。真係乜圈子都有奇葩。林業算係開眼界啦。仲係嗰句嘢，殺呢個人可以，但冇必要。為咗殺而殺，林業唔係癲嘅。經過呢件事，林業都算同呢幾位龍虎山嘅徒弟認識。雖然神霄派同林業有仇，但仲未鬧到成個正一見林業就動手嘅地步。雖然正邪唔兩立，但呢都幾咩年代啦？大家基本上都係和氣生財。幾位去杭州有嘢要辦？林業好奇問。龍虎山雖然都有徒弟下山修行，但基本上唔可能成群結隊。帶頭嘅徒弟叫張麥柏，如實講，實不相瞞，我哋龍虎山嘅天師印俾萬州到咗，而我哋得到嘅消息，呢個萬州好有可能匿喺杭州，我哋係過去嘅其中一批。聽到呢句，林業心中一喜，真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自己正煩惱點樣揾萬州呢個家伙呢？林業隨即開口問張道友，我可唔可以加入你哋？你張麥柏皺眉頭，明顯有啲提防起林業。